兄，你这伪造来了？我怎么伪造来了？我来问你啊，本官后来这是啥？不知这是哪一位，说的是哪一个？这的乃是小龙泉陆通，小龙通身为哪条大贼？当下马举万岁！看在我的面上，那位小龙通年纪小，不懂事。但是他本领高强，杀开愤怒，大大有功，还是杀了小路通。万岁上不得的，要看不得，不给他救过。这今晚再不老的小国王，别人在国王，给他救掉的国王。哎呀，小舅，不到的，我了，九兄，我们少不少。小兄年纪尚且识字，长大了哪问得了？听长不少，当真要在，当真要在，非在不可，非战不可。你是你，九兄，老子告诉你，你的江山靠武神得来。这，你今朝听臣结业，不肯杀了小路通，好，今日即日之中我。九兄，休的动怒，不少了。要不是死我的，你不是救过了的，这就小偷，也知道小不个人，哎，九兄，哎呀，寡生少放了，侄儿传旨下去，不再杀回来。在谁有志把罗通杀回来？李顺，万岁！苏定方这个老贼，不应该愚弄愤怒用灭死来往，请万岁滚开！配挂过来！哎呀，万岁！好你个苏定方，今回马不就用哪回得了？谁是上帝？不是上帝，不是上帝，下去，下回答，当做疲劳。哎呀！秦王兄，小龙通本领高强，应该封上一封。寡生知晓了，小路通，走。虽然本领高强，实于不可居功自傲。此牌当此番也可有功，封你为少公王。谢父王，难道秦王兄为他一同